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风水月禅修频道，我是舒珊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吃斋和解脱这个话题。修行的终极目标是解脱生死，脱离六道轮回。如果修行者不能做到戒诱吃斋，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吃斋是修行者证悟菩提、解脱生死之根本。末法时期，修行者应以佛为师，佛才是我们修行佛法的本师。佛说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佛不在世时，学佛就要以戒为师，只有持戒修行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的知识，必须持戒修行，只有持戒修行才能证悟菩提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吃斋就是持戒，吃斋可以滋养慈悲心，慈悲心是学佛成佛的根本。佛说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。如果一位修行者不能做到断除杀心，不能做到戒肉吃斋，必然会堕落阿修罗道，成为夜叉鬼神的部众。杀生吃肉是不能证悟无上菩提的智慧，杀生吃肉的果报就是堕落三恶道的果报，随业受报，这是宇宙的因果规律。佛说汝等当知，是食肉人中的心开四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佛告诉弟子们，吃肉修行是不能脱离六道轮回的。吃肉的修行者并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当寿命福报享尽后，只能随业受报，在六道中轮回。所以吃斋是修行者证悟菩提、解脱生死之根本。吃斋是远离魔道、通往佛道的根本。末法时期，邪悉说法如恒河沙。在《佛说法灭尽经》中记载着，佛在2500年前就已经对末法时期的佛门会出现哪些乱象讲述得非常清楚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魔法当道，修行者一定要深入经藏，修炼自己的智慧，让自己有一双能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，不要被混入佛门的魔子魔孙误导，毁掉自己的法身慧命。末法时期修行犹如行走在热带雨林中，随时都会遇到猛兽毒蛇。修行者要做到依法不依人的修行佛法。佛说以戒为师，修行者就要遵循佛的教诲，尊重戒律，遵守戒律。戒律是佛的法身，持戒修行才能远离魔道。在佛经中记载着魔请佛涅槃的故事，魔王波旬担忧佛法长久住世会阻碍他的势力，于是魔在佛禅定时前来请求佛陀入涅槃。佛陀告诉魔王波旬，佛法不会因为佛的涅槃而消失，佛的弟子会将佛法传承和弘扬出去，佛法会长久住世的。但是魔王对佛陀说，佛不在世时，他会让他的魔子魔孙出家混入佛门当和尚，不遵守戒律，扰乱佛法。所以持戒是区分佛法和魔法的分界线。末法时期，不要认为寺庙的出家人就是真正的修行者，学佛修行不要有出家人的情节，持戒修行佛法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不持戒修行的出家人也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末法修行一定要有辨别正法和魔法的智慧，不要误入魔窟，成为魔的专属部众，毁掉自己的法身慧命。所以吃斋修行才能远离魔道，吃斋是修行者通往佛道、证悟菩提、了脱生死的根本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吃斋和解脱这个话题，希望有更多的修行者以佛为师，以戒为师，以经为师，严持戒律，戒诱吃斋，如法修行，远离魔道，证悟菩提，了脱生死。南无阿弥陀佛。